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艳牧师。11月11日，呼召与勇气1，以祷告定位。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尼希米记1章10跟11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就记载在第10节。主啊，这些都是你的仆人，你自己的子民，是你曾用你的大能大力拯救过的人。什么是呼召的真谛呢？有一位神学家布赫纳，他这样说：神呼召你去的地方，就在你最深的欢愉与世界最深的饥渴交汇之处。哇，竟然呼召带来的是最深欢愉，还有世界最深这种饥渴交汇之处，也就是那里就需要一个像你被神呼召的人。这个呼召之地，这个呼召的对象，神所拣选的，是特别量身为你定做，只有你能完成的。所以我们来想，神的呼召其实有3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普遍的呼召，也就是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成为基督徒的邀约。第二是独特的呼召，个人特殊的职志，个人在这世上的使命。3随时的呼召，神在每个当下呼召个人实现的任务或职责。那么我们接下来这个呼召与勇气的主题并不是来指责社会上的职业或工作，而特别是指着每个人在世上扮演什么角色来回应神。那我们要考虑呼召的第2个层面的意义，就必须照着以上我们所提的另外2个层面是相对的。呼召也会影响我们是否能实践做出耶稣门徒的呼召。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绕口其实我们只要看了这一个主题的系列连续，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为什么而活。那么我们就真知道我们的生命的重点在哪里。其实就是我们要从出发就在第2层面重点我们要放在从第2层面来出发。亲爱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其实来到很简单2节，但我们从昨天一路上来新的呼召，我们其实很清楚尼希米其实已经有一个负担在他的心中。他用祷告，不断的祷告，在透过祷告当中是双向的。当我有了这个负担以后，我有这个挣扎因为牧师常常会想，这就是一个挣扎。每一次的挣扎其实是很神圣，或者有人说这是一个神圣的不满足也可以这样说。或者是你看到一个现象，而这个现象呢，你也发现了它的问题所在。但如果我只有发现这个问题不断的说，那么我的老师林公信老师说，那你不过是一个批评家，你不过是一个评论家。如果我们看到这样子，尼希米他看到的这样的现象，耶路撒冷城没有城墙的这个问题，这样子而已，他只是批评。但我们看到在祷告当中，他看到了那个解决的策略，就是要把那城墙给重建，城墙给重修，那是成为一个神的圣殿的一个界限，是一个神的圣殿一个必须要有的一个权柄的所在。那里标志着神的殿在那里，我们不管是神的殿或者是神的子民，各方面我们的人格或者是神在圣殿里面的这个位分神圣都是不容践踏的，是吧？
所以这个圣城是这么的重要。那么尼希米他看到解决的方案策略，接下来如果他停留在这里，那他不过是政治家，这几个这样，我只是说说，但这个解决的方案还是没办法实践的。重要的是这个问题跟答案你都看见了，你有没有说，那么我在这当中，我的责任，我能做什么呢？那么我们才会是一个实践，特别是我们才能成为一个信仰的实践家。而今天的经文啊，真的就是一个回应耶利米、尼希米他不断的祷告，透过耶利米70年的这样应许应验，他们也盖好了圣殿。但今天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是尼希米他应该起来，他没有随着第一批的人回去，没有跟着所罗巴伯，没有跟着以斯拉回去。我们知道吗？这个尼希米到以斯拉，这又经过10几年嘞。他最后一个回去，不是他最没有感动，也不是他最没有回应的。我相信有重要的原因，神放他在此时此刻此地。那么他在祷告的最后，他用祷告来定位他自己，重新定位。我此时此刻在这些我看到的问题跟策略里，我的责任是什么？他这样祷告说，主啊，这些都是你的仆人，你自己的子民，是你曾用你的大能大力拯救过来的人。是我尼希米，我刘英燕，是主你用你的大能大力拯救，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子民。到了新约之后，我们更是有福的人，耶稣为我们承担一切，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恳求你垂听我的祷告，也垂听所有敬畏你的仆人的祷告。恳求你帮助我今天顺利成功，使皇上向我开恩。最后的定位在哪里？那段时期，我是皇上的19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定位在什么？在我们看到这些问题，不管是你生命中、家庭、社会、你的职场、你的教会职分，这段时间我是谁呢？我的定位是在哪里呢？愿我们从独特的呼召，这个定位要从祷告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个人怎么样实践这个任务跟职责。当然我们也会回应，因着我们是跟随神的人，我们就是要成为一个跟随基督、效法基督的人。而我们随时要回应呼召，不管我们是不是去买晚餐，我们看到一个有需要的人，我们随时的呼召就是我们要是成为一个可以帮助人的，我们随时来完成神在那个时刻要我们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来定位，我们来默想，难道我不能比胜与败之间的平均值还出色一些吗？此时此刻再次提醒我，真的好需要知道我是谁，我的呼召是什么呢？还是我们只是在乎那再出色一点，再让多人多看我一点，再被看重一点呢？我们的重点在主，我的定位是以你为中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次提醒我们，真的我们人生不在那输赢，因为我们讲究这个
其实我们就已经输了。我们是以无限赛局的眼光，因为主你是给我们那永恒盼望的主。愿我们的生命重新定位，是以祷告出发。我们今天祷告定位我们自己是谁，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才能够更清楚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相信你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呼召，你也要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你早就预备与我们同去。谢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从祷告重新定位，我们的方向就会更清楚，我们的力量就会更大哦。因为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他用他的大能大力拯救过我们，而且一直要来拯救我们。我们明天见。